做主播係一個非常費精力、費氣血嘅工作。如果你氣血唔好、精力不足、承受能力一般，真係唔建議大家去做主播呢個行業。我今日嚟大姨媽，個肚痛到好犀利，痛到一直飆晒冷汗，但係我都係忍住痛，想去完成咗一場直播。而且我感冒已經有成個禮拜都未有好啦。唔係話我冇見過錢，亦都唔係話我要錢唔要命，只係做主播嘅都知道，如果我停落嚟，停咗一場唔直播，咁我嘅層級咧就會跌落嚟，團隊所有人嘅呢段時間嘅努力都會白費，又要費好多精力再去拉起身。因為平台嘅數據咧，佢係根據你每一日嘅直播嘅成績去做標籤俾你嘅。做主播真係好辛苦，要管理公司，要選品，要拍視頻，要直播，而且每一場直播必須好似打咗雞血一樣，充滿活力，保持最好嘅狀態，展現俾觀眾。話成場直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講個不停，成個腦都係亢奮嘅狀態。而且咧，你唔可以分心，唔可以分神，一定要享受喺嗰種狀態入邊。有時候直播4-5個鐘，有時候直播7-8個鐘，停頓嘅時間永遠唔會超過3秒。平時真係幾個鐘頭連廁所都唔敢去上，亦都唔敢停落嚟，因為一走開，一唔講嘢就會冷場，一冷場直播間就會跌人，轉化就會變差。有人叫我話直播嗰時咧少講啲嘢，聲音放細啲，有咩可能啊？冇氣氛冇氣場，唔講嘢，邊個會買我嘢啊？直播就係要不停咁樣講，講到喉嚨沙啞，仲喺度堅持。有時候落咗播，個聲連講都講唔出嚟啦，食一粒藥瞓一覺，聽日繼續。我已經做直播5年啦，我連自己原本最初嘅聲音係點樣嘅，我自己都忘記啦。有時翻我5年前嘅視頻，我自己都感覺哇，呢個聲音相差咁遠嘅。依家嘅聲音真係即係有似你哋講嘅鴨公聲，一日你諗講幾個鐘不停咁樣講，邊個頂得順啊？係嘛？我亦都唔敢休息，因為我一停落嚟咧，工廠嘅貨要壓住，我亦都驚打包部嘅人冇嘢做，我驚公司空住喺嗰度，我亦擔心團隊嘅人收入少啦，我仲擔心直播嘅數據會跌落嚟，我亦非常之珍惜依家有人願意支持我。直播係一個競爭非常之大嘅職業，能者生存，尤其是係我哋呢種寒門出生，生得又唔靚，從一個小白靠自己摸索行過嚟嘅，要比人哋要努力10倍。我哋冇資本撐腰，亦都冇咩嘢人去帶路，全靠自己摸索。每日成個腦充滿活力喺度直播，落咗播之後咧，覺亦都瞓唔着啦，因為亢奮嘅狀態完全冇辦法一下就平復落嚟。平時落咗播咧，話都唔想講啦，人哋問我亦都唔想應啊。有人以為我難相處，其實咧係我哋所有做直播呢個行業嘅人都知道，都有一個通病。落咗播之後就想靜靜雞咁樣去恢復下體力，恢復下自己嘅狀態，真係唔想講嘢。最好你乜都冇問我，最好你乜嘢都冇同我講。每日落咗播就係復盤選品，跟住諗住第二日點樣去直播。有時候亦都會因為自己嘅直播數據差而陷入咗自我深深懷疑自己嘅問題。互聯網大家萍水相逢，要人哋買我嘅嘢唔容易，所以好多模式需要我哋去學習、去摸索、去提升。要選品，要直播，要拍視頻，仲要去售後，要去睇私信，去睇啲粉絲點樣，有咩問題要處理要解決。所以話成個工作量係太大，所以成個腦啊，佢根本係停唔落嚟嘅。亦有人喺後台私信問我話：小樂樂，你直播好犀利啊！一場直播賣幾萬單貨，可唔可以教教我啊？其實我大多數都會同佢哋講，直播好難做嘅。如果你有穩定嘅工作，盡量唔好去掂呢個行業，因為呢啲真係好費精力、好費氣血。亦有好多人做唔起身，放棄嘅，最終嘅話都係搞到自己成個人都抑鬱晒嘅。你睇到我哋台前光鮮亮麗，直播好簡單，但係你唔知道我哋喺台前幕後做咗幾多工作，先可以完成一場幾個鐘嘅直播。我做直播5年，身體亦捱到3日2頭就會往醫院跑啦。每日靠食藥維持工作、維持睡眠，基本做主播做得好啲嘅，大部分都係抑鬱、焦慮，基本都有呢種狀態。因為真係諗嘅嘢太多啦，啲啖飯唔係每個人都可以食得到嘅，亦都唔好羨慕主播賺得多，因為所有主播都係用佢嘅健康去換嚟嘅。
亦有人叫我得閒多啲運動，多啲休息，我邊度有咁嘅時間同精力啊？我所有嘅時間都放喺工作上，所有嘅精力都係工作上。當然啦，我講咁多唔係話主播有幾卑微，講得自己有幾可憐，就每個行業都有自己嘅唔容易，尊重每一個行業。其實喺快樂健康嘅基礎上，仲可以賺啲小錢，父母健全，屋企人平安健康，已經係人生人家啦。知足常樂，大家亦都要注意身體，留益結合，身體健康排喺第一位啊！